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乌克兰甲罗西亚三方第二轮的和平会谈拄啊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就正罕见，虽来交换157个政府，这是4个月来头一届。不过目前是还未传出这谈判有啥物大进展。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讲，已经有在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有可能会伫咧美国举办。包括7个平民在内，乌克兰157个政府平安倒转来。罗西亚也有157个兵仔，互人遣送回国。路国表示，乌克兰手里也有无辜的罗西亚公民，希望赶紧放人。这是4个月以来头一届政府交换行动，也是阿布达比会谈主要的成果之一。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形容和平谈判细节深入，而且真有成果。俄乌战争要收煞，也有真侪石头要做。Багато аспектів неможливо обговорити телефоно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гресс есть, и идет хорошее пози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перед. 目前上歹舞的是领土的问题，罗西亚要求乌克兰甲也未受到控制的顿巴斯东部工业区剩的部分刮出来。另外一个关键是基辅要求欧洲的盟友甲美国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